过来是这个民众党有候选人不满网络的批评，收集证据要来提出告诉。郭文摕是出面来劝解，讲大家当作是做阵啊听，克服过就好。另外，郭文摕是甲侯友宜见面已经讲好势了，双北合作，2030年共同来申办亚洲运动会。台北市长郭文摕、新北市长侯友宜讲好啊，讲2030年双北要做伙申办亚运，私底下会面的时，敢有问到讲侯友宜是安怎无要甲韩国瑜共台？没有啦，伊讲我就是认真做代志嘛。啊，你政治的种是有需要，我也袂去逃避的吼。政党的分际该做他会做啊。台底侯友宜回答敏感的政治问题，另外一个敏感的话题就是网军。民众党先伫面册顶面铺相片，讲网军真正存在。其实有候选人不满网络批评，准备要提出告诉。我比较正面的看法，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很不喜欢的事情都把它当作说国家进步过程当中的阵痛期，克服过去就好了。可是贵党的候选人好像不认为这是阵痛期，想要提高因为他太痛了。伊安尼讲，敢是民众党冇网军伫斗相共？每一党都有，我们就是没有钱才敢讲别人啊。我想说，要是有钱，会不会我们也开始做这个？所以有钱你会做这件？不是啊，所以说有钱的那一天我们要自治。是讲因为郭文摕嘛是靠网络冲出高知名度，即摆民众党准备要告网友，秘书是间接证实讲，伫网络顶面民众党已经慢慢啊得袂到好处啊。